别看这工厂规模不大，生产竹炭商品，打着原料、生产到创意设计全程 MIT， 手工制作的养生竹炭商品，连竹炭研发技术成熟的日本厂商也跨海来观摩。这个我们很肯定，我们是走在他们的前面，因为他们也过来参观，他们也说出了他们的这个部分他们是不足的。日本的竹炭商品多半走生活用品路线，宋永丸的变通把竹炭拿来做塑身衣、做护具，甚至做床单、棉被。从成衣厂转型，有成熟的制造技术，重点是研发。这是我们的技术关系，我们今天没有。我们的关键技术就在这里，这做得不好，它是会剩本。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碳把布这些护具做结合，这个才是最困难的一点。目前你市面上没有可以模仿。所以因为没有的观摩，所以你们也只能不断的尝试再改良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让人家也没有模仿的地方了。对，对于泰嘎有马给您对大家有什么建议？有当都唔讲失败，有勇气就不怕失败。草创时期，光是碳粉怎么包在不织布中不渗漏，生产线就吃足苦头。多年以前，我们刚开始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，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当客人买回去，睡了差不多2个月、3个月，上面一层黑粉。碳粉跑上来了，退货的人家不要了。反复尝试找到不能公布的精密技术，让香港和新加坡厂商趋之若鹜，也在日本和大陆的竹炭商品之外找到 MIT 的立足地。从原料到成品完全 MIT 的台湾竹炭品牌，现在在国外试水温已经获得好评。可是受限于成本的生产规模，无法大量接单的瓶颈，该怎么突破？未来还有很大的挑战。对大家有嘛嘅建议？有当就唔惊失败。对大家有嘛嘅建议？有当就唔惊失败。